近來睇到好多嗰啲戰爭嘅畫面，令到人好沮喪。我諗係時候溫習下耶穌俾我哋嘅第二大嘅命令：愛人如己。今日想同大家睇5段嘅經文，去睇下呢一個第二誡命嘅實際嘅具體內容。讀俾你聽，以弗所書第5章25節。以弗所書5章25節，聖經話：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當然第一，我哋愛我哋嘅家人，求主賜下一個願意為家人犧牲嘅心啦。講緊愛我哋嘅父母，愛我哋嘅兄弟姊妹，愛我哋嘅配偶，愛我哋嘅兒女，愛我哋其他嘅親戚等等。第二，上帝亦都要我哋愛我哋嘅朋友。我哋祈禱啦，希望可以好似主耶穌基督咁樣去愛我哋嘅同學啊，我哋嘅同事啊，我哋嘅鄰居啊等等。讀俾你聽啦，約翰福音第15章第12節。約翰福音15章第12節，耶穌親口講嘅：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，這就是我的命令了。各位，耶穌講到好清楚。第3段經文想讀俾大家聽嘅係加拉太書第6章第10節。加拉太書第6章第10節，聖經咁樣講，佢話：所以有了機會，就當向眾人行善，特別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如此。我哋愛家人啦，第一；第二愛朋友啦，第三就係愛信徒弟兄姊妹啊。感謝神賜咗一個屬靈嘅家俾我哋啦。我哋祈禱能夠善待自己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，同埋成個屬靈群體裏邊嘅成員。第4，當然上帝都要愛我哋，要我哋愛眾人啊。讀俾你聽啦，喺彼得後書第1章第7節。彼得後書第1章第7節，聖經咁樣講，佢話：有了虔敬，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；有了愛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。各位，呢個好清楚係上帝嘅心意，讓我哋向神祈求一種真正嘅虔誠同埋愛心，甚至能夠去愛嗰啲我哋所謂唔熟悉嗰啲街外嘅人。最後就係好著名嘅喺馬太福音5章44節，耶穌親口講嘅說話。馬太福音第5章第44節，耶穌話：只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祈禱。弟兄姊妹，愛我哋嘅敵人，並為佢哋作出祝福嘅祈禱。呢個就係耶穌基督俾我哋嘅第二誡命：愛神、愛人，講緊係愛家人、愛朋友、愛教會弟兄姊妹、愛街嗰度嘅眾人。最後求聖靈幫助我哋能夠去愛我哋嘅仇敵。弟兄姊妹，祝福你，讓聖靈幫助你成為一個和平之子，一個愛嘅使徒。